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解说解说。看到公视台去台新闻伫咧报讲，家己目暗的歌手，搁去甲新闻人掠铃唱歌互听。国情又原来想到一寡台湾的俗语话。过去有一句话，讲一人苦一样，人人无亲像。啊，即句确实有影。每一个人人生中总是会遭遇到一寡苦楚，你毋通干那看讲迄个人好业翘骹练喙鬚，实在伊艰难的所在，伊也无法度讲出嘴互咱知。毋则过去有一句足出名诗句，讲做不如意事常八九，有影啦。世间若10项代，不如意的代志8、9项咧啦。啊，毋过后壁迄句诗句所煞落去接讲，可以人言无二三。哦，对了，真正真对当呢。不如意的代志10项有8、9项，毋过你即中间敢有法度去讲互听？无2、3项啦。所有苦楚，你讲啊无？国情啊，吞落腹内哦。一人苦一样，人人无亲像。我毋是叫你着悲观，我毋是叫你讲苦楚钱吞伫咧心肝底，积伫咧心肝内，毋是。因为过去俗语话嘛，甲咱教，嘛甲咱教讲，一枝草一点露，有影啦。连露水都有法度照顾咱路边的野草。天总是袂断人的路，一枝草倒一点露。即句是满世界所有若会晓讲台湾话的人，大家都会晓讲，一喙传一枝，流传至今，足重要的一句俗语。这是咧鼓励人的志气呢，咧鼓励人讲，你毋通想讲你苦楚，毋通想讲你困难，毋通想讲你人生已经前方无路啊。柳暗花明，有一天转弯世角，又会当找到新的出路。尤其头拄啊，国情甲你讲起，新闻伫咧报讲，家己目暗。歌手竟然搁去唱歌互新闻人听，竟然搁去甲新闻人掠铃，这种真感动的新闻，我也想到，我伫日本时代台湾李安集览这本俗语册，这日本人来编的俗语册内底写一句，我感觉真有道理。这个经历真感动我的心肝。这句写讲，目暗嘛有目金的咧通牵，目暗嘛有目金的通牵，就是讲目暗的人无要紧，社会上互相援助。冇迄个目金的，会当听回来甲你斗牵，这就是表示啥？这毋是今日才写出来俗语话呢，这是100当前日本人册都已经写掉的啊。表示人人若肯互相援助，毋通讲天天咧想家己的苦楚，毋通讲达不是自卑自叹，你都爱看讲世间，你若肯行出去，骹步尽量踏，尽量去帮助别人。虽然咱都目暗，毋过目金的若愿意来甲咱斗牵。路又安那愈行愈宽，你讲看有影无？